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艳牧师。6月19号，为基督的缘故，愿作愚拙人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4章1到13节，其中第1、第2节这样说道：你们应该把我们看作是基督的仆人，受命做上帝的奥秘的管家。主人对管家所要求的就是忠心。在这个章节里面，使徒保罗跟哥林多的教会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可以看见真正使徒的心和这些印记。哥林多的教会拒绝批判抗拒使徒保罗，不觉得他是使徒，甚至于不接受他的牧养。要牧养他们的城真的是难度是很高的。而在这段的经文使徒保罗他说到，我们是有权柄，是怎么说呢？一开始就说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事的管家。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和管家，那么使徒本质是有权柄的，是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事的管家，他是管理教会的人。那么奥秘是指的是什么呢？是指的神所委托使徒要成就的一切事。什么样的事呢？是这样奥秘呢？而是使徒保罗所指的是外邦人之光，他建立教会，要让这外邦人的教会跟犹太人的教会合而为一，成为一个新人，在宇宙中成为一个新的创造，借以成就神伟大的心意，做神要做的事。哇，这真的是一个奥秘，因为唯有主才能够打破这样子的拯救之恩，使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，可以跟神来连结。所以我们是这个神的管家，我们有这样的权柄。这样的权柄，神只要求我们一件事，就是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有忠心，也就是我们对神所领受的意向跟使命，我们就是忠心来服侍神，那么神就会给我们他的权柄。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侍神当中，我们不管什么情况，我们都来忠心对神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对主来负责。所以这段的经文继续讲到说，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其实最后是要面对主，因为审判的是主，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是要等候主，是要按照主的心意来做。最后神要照明我们一切的隐情我们个人从神得着的这个称赞赞许，最后是由主来决定的。所以在教会我们不要去彼此论断，因为最后神才是那个审判的。我们只要对神忠心，我们对神有信心，即使我们可能被论断，但是我们只要安静在神的面前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是属神的这个仆人，我们要成为一台戏，一个世上跟天使来观看。那么我们有的权柄是什么呢？就是被神来差派出去，我们忠心去传扬神的福音，使人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，使人能够认识我们所传扬我们所信靠的这个基督是一个怎么样的神。所以在这边的经文最后在10节跟13节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音乐牧师来读我们来数一数这当中有多少神的印记呢？我们就开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。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；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，直到如今。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
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，亲手做工，被人咒骂，我们就祝福；被人逼迫，我们就领受；被人毁谤，我们就善劝。直到如今，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，万物的渣渣。在这里短短的几个经节里，我们却有15个印记：愚拙、软弱、被藐视、饥饿、赤身肉体。还有呢，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每一位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称这位主是我们生命中的主，我们愿意为主来受怎么样子苦的印记呢？可能我们正在难过，我们可能正在被逼迫，甚至我们正在危险中，在医护人员在医院当中的危险，因着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愿意为主全去，愿意为主守住在最前线，这都是一个印记。就像灵修作家卢云所说的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的信仰核心就在于上帝选择了一条最彻底的谦卑向下之路，来启示他神圣的奥秘。因此我们是服侍的人，服侍的人的价值并不在于别人对我们的回应，而在于上帝对我们的称赞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的生活如何？别人称赞我们吗？还是别人论断我们呢？在神看起来，神只要求我们是不是忠心，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忠心于神呢？神要给我们天上的称赞，胜过地上此时我们的苦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恳求你容许我带着破碎、平凡、脆弱、不安，只愿忠心做仆人的一颗心，跟随你直到加略山上。奉你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主啊，就是你帮助我们今天都能够活出主你的谦卑与价值，也就是我们能够忠心于主你的心意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，也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